前3名，这前3名不仅有奖金，有机会做台语的主播。这是一项专业的台语比赛。既然是比赛，就输赢，就胜利与失败。而我南宫楚从来不畏进。拄则南宫楚讲话讲，本来是要竞12个，因为有真侪选手，伊网络人气实在有够旺，所以讲咱增加到14个，今日参加比赛，人侪较闹热。所以来介绍评审老师，首先介绍是陆汉秀老师。大家好，花溪呢率先主办台语擂台主播啊，我感觉这是真好的活动，希望继续搁甲办下去。多谢陆汉秀老师，再来介绍向勇老师。大家好，我是向勇啊，非常欢喜啊，花溪会当办这个台语主播擂台赛啊，这对咱台湾文化的建立啊，甲咱传播的影响拢真大，真多谢，感谢。多谢向勇老师，再来要介绍今日真辛苦做主持，佮兼做这个评审的玉珍。嗨，乡亲大家好，咱来为在地新闻选出一个上届适合、上届妥当的主播。拄则呢已经介绍过评审嘛，那要不要那个录？好，所以呢，咱介绍这个所有参加这个参赛者的影片，当然嘛要请咱玉珍甲咱讲拄则留考的结果。大家好，我是宋鼎玉，是一个台北囡仔。大家好，我是李新武，去年按南大科技大学传播系毕业。大家好，我是辛鸿儒，南投人，中华师范大学出业。我是林冠娥，成功大学台文研究所毕业。我是郭慧文，一开始带你来关心咱地方的大细项代志。我是目前读台湾师范大学台湾语文学系硕士班1年的学生柯文轩。小弟是张日东，台语真水气，会当讲古早的德语，嘛会当讲即卖的代志。大家好，我是张如雷，目前伫咧海军192舰队咧服务，我是来自高雄南仔坑。欢迎收看这个台语新闻，我是婷宇。新闻一开始先带你来关心三会馆。大家好，我是拿玉雄，23岁，今年对中正大学传播系毕业。我是小雅芳，文雅的雅，大方的方。我中华秀水人，我是老主君。今日新闻一开始要来介绍暑假旅游好所在。我是柯家轩，台南人，今年为中央大学大众传播学系出业。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韩水荣。大学的时阵，伫中国大台语系毕业，即马伫成功大学读台湾文学所。好啦，乡亲啊，看完这个参赛者啊，这个影片吼，咱会当看到有几来的这个选手哦，哇，因伫咧江湖已经走跳真久了，台语讲甲真老练，像因家己讲的，看要唱山歌，或者是要念歌诗，因拢认可不倒。然后咱会当看到有几来的选手，佫几来的选手吼，哇，因是安尼。春风少年兄、少年姊啊，拄啊学艺有成，为学校毕业，要踏入社会来取一个兼正。那么还佫有几来的这个参赛者啊，就像咱咧讲的啊，也袂伤幼，也袂伤嫩，啊，拄啊好当着时在状元，啊，这个台语讲甲真水，啊，要准备来春卡出手安尼吼。那咱14位的这个选手吼，拄则一定互因抽这个。抽签、抽考啊，吼，抽考啊，抽这个比赛这个顺序，为第1号到第14号，吼，每一个拢抽出着家己要来出场比赛这个顺序。抽考啊已经抽好势啊，吼，在抽的时阵，大家拢非常的紧张，啊嘛非常的兴奋吼，要开始来拼输赢吼。啊，阮遮拢准备好啊，哦，要开始战落去咯，甲咱的现场交互荣英哥。多谢玉珍，即马照你讲，所有选手即马心肝每个伊拢皮薄彩，一定真紧张，紧张才好，紧张才会精彩。即马咱正式比赛要开始，请1号蔡定玉开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台语新闻，我是婷宇。新闻一开始先带你来关心，平常时你敢爱啉这美露甲麦仔酒？即摆网络上有真侪消息，甲即个民众用这麦仔酒来洗头，讲麦仔酒内底有这麦仔酒花、酵母甲蛋白质，会使互你的头毛搁较紧、较袂生头泡，甚至讲会使互即个头壳皮较袂痒。啊，都有这网红家己翕即个影片，用这麦仔酒来洗头。
做实验来证明讲，伊个头壳皮真正有较少，啊，这敢是真的？咱的记者就实地来调查一下，纠正这个食药署的专家，因就讲这根本都是无影无正，因为用这秘鲁来洗头，颠倒会互你的头壳皮发炎。过来带你来看真古水的画面。台北市立动物园这只鸟形圆仔的妹妹，伫出世了后，伫25天总算是转去着妈妈圆圆的身躯边。啊，毋过这进前大家是拢演练过啊，因会先用这用过的面巾，互因来交换一下，或者母仔囝来熟悉这个气味，过来互圆圆过着这个栅栏来看这个圆仔妹，一直到这照顾人员都认为讲，因两个情绪拢平静落来，才要互母仔囝来见面。啊，即摆就先互母仔囝先斗阵一下，啊，搁看即个状况，互时间愈来愈长，未来的目标是要互因做伙来过暝。搁来带你来关心国际的消息。香港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是愈来愈恶化，敢若19日天这增加的确诊人数都来到108个，啊，这20阁是增加100个确诊的人数，因为超过一半以上的人拢找无这个源头，这防疫专家都警告，若是这状况还阁继续恶化，规个医疗的体系可能拢会放弃，所以这地区的政府是要求讲，这公务人员爱伫厝内底上班1礼拜。啊，这餐厅咧透早5点之前。5点之前，暗时6点以后是袂使营业的规定是搁要来延1礼拜。啊，若是讲这个方法搁是无效，恐惊会叫大家拢莫出门。过来带你来关心今仔日的天气。今仔日有关是搁真烧热，民众出门的时阵就爱注意爱防晒。今仔日气象局就针对13个县市发布这感觉是个警号，将高温前3名分别是南投、台北、甲新北市。啊，今仔日是搁超过38度。啊，这款烧热的天气明仔载开始会较好，因为都会落雨啊。因为这菲律宾东方的海面有一个热带的扰动，台湾附近可能发展袂起来，要变做这个风台的机会是无悬。啊，毋过受到这低气压的影响，明仔载开始东南部甲中南部可能会落大雨，提醒你出门的时阵，雨伞都爱扎咧。新闻最后带你来关心，国际扶轮3523地区的团队，因是起造一个社区服务公益平台，其中是以预防甲医疗服务的计划，希望会当提升女性朋友感情防治的观念。3523地区的总监阮前子，伊就甲台北市政府来合作。阮前子女士伊本身就是戏剧的制作人，伊要伫8月26甲27是要带全体的社友。要伫这亲子剧场来表演，要来宣传联癌防治的公益活动，而且伊嘛说明讲，全部的收入要捐予这个癌症临床研究发展基金会。以上就是今仔日的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期待再相会。多谢丁玉，当然这基金拢会这个紧张，紧张是正常，紧张才会精彩，紧张才都分出关键甲输赢。即马请咱这个第一号评审老师，这个罗汉秀，甲咱做一个讲评。咱第一号参赛的这个朋友吼，一开始点到表演了较好，讲啊较尾啊才开始紧张起来啊。所以过来呢，就是讲时间的控制上，敢若小可有较紧一点，因为紧张，所以讲话自然就搁较紧。啊，有一寡字假字吼。会使更较清楚啊！我相信后摆表现会搁愈来愈好才对。多谢这罗老师，即嘛是向阳老师给咱做一个讲评。丁玉，你的这个报道啊，真重，香港是讲了真有利的哈。啊，你在谈新闻的时阵，啊，你的表情啊，有那袂歹，啊，有那拄啊有讲到啊，在报道的时阵有较紧张淡薄啊。可能你的讲话的速度搁慢一撮啦，加一寡面的表情，会搁较好。多谢。
多谢向阳老师，因为伊是签王，伊是第一号，紧张难免这部法度。所以来，请玉丁给咱做一个讲评。好来，我就为这个台语主播的角度来甲咱的听友一个建议啦吼。听友伊的外缘真适合就镜头，看起来真好看，真水安尼吼。那么台风嘛真稳哦，啊，这个报上的这个口气其实嘛不止啊亲切吼，互人真想要看，互人真想要听伊来报这个新闻。但是可能为着要表现自然，所以会讲了较紧吼。甲老师因讲的，讲了会较紧啊，因为紧有一寡音就会连做伙，啊，就加到无遐尔啊清楚，所以甲速度搁放较慢一丝啊，会搁较好，加油！好，多谢玉丁，即马残忍的时刻来啊，请咱评审老师拍分数。先来看罗汉石老师4分，向阳老师4分，哦，玉丁嘛是4分，12分的总分，哎，这是咱凌玉的分数。来，数落来，2号老主君，请开始。大家好，我是老主君。今日新闻的一开始，要带大家来关心，婚姻有一个县议员，和因某斗讲，若是伊啉酒，就会规个人走精变款，六亲不认。伊会拍某拍囝，甚至是3当前，因某有4个月的有薪，伊嘛是照拍。虽然议员每一届拢有来会室咧，嘛一直保证讲伊一定会戒酒，但是最近又搁开始起骹动手咯。因某为着家己甲2个幼囡仔的安全，决定要报警处理。即摆坚持要来甲伊离缘。继续来看高雄市长的补选，国民党的候选人李梅珍，伊成立女力后援会，因大家来甲因的新妇徛台。伊学了讲，李梅珍是一个好查某囝，好议员。若是当选了后，嘛是一个好市长。所来佮讲，伊讲的拢是真的。若是讲白臭话，伊的胸坎仔就会揪水。这个话颠倒变成大家讨论的话题。有女议员批评讲，这根本就是甲查某人当作物品来标志，甲阮看轻。为了这件代志，李维珍透早，互记者访问的时阵，伊讲因大家真趣味，安尼讲只是较袂加深。继续来看全世界新冠病毒的影响。全世界新冠病毒确诊的人数已经超过1610万人，死亡的人嘛已经超过60.7万人。疫情上严重的美国，确诊的病例数已经有423例，嘛就是讲，全世界得病的人内底，每4、5个就有1个是美国人。现此时，伫中南美洲的国家内底，巴西疫情上严重。巴西纽约嘛宣布，2020年的新年烟火取消，今年花火嘛会无限期的来延期。继续来看今日的天气。今日是礼拜，即个人中昼食饱了后，想要出去溜溜咧，结果发现外口落大雨，煞出袂去。这是因为热对流的影响。中央气象局今日发布大雨特报，全台有19个县市会较有落大雨的情形，尤其是台北市的信义区。今日一路的雨已经超过100毫米啊！下晡3点外，台北市甲新北市拢已经发布豪雨的特报。永和的各公路就是因为雨水下袂离，淹水一时来到脚头遐悬。乡亲啊，你敢有定期来做癌症的检查？国际妇联3523地区伫今年推出社区服务公益平台，希望会当提升女性朋友癌症防治的观念，也就是讲，较早预防癌症的发生，互大家真正知影健康的价值。伊嘛甲台北市政府合作，用零癌防治来做主题。第一摆，互74位妇联社的社长伫亲子局中共同来做一个公益的演出。
啊，演出所赚的钱，嘛全部拢捐予公益的团体。多谢恁今日的收看，再会。多谢主君，当然这加减拢会过，也会紧张。即马请罗汉寿老师给咱做一个讲评。主君我感觉伊上介大的优点就是台风啊真稳，啊笑容嘛真自然。啊，毋过伊甲头阵啊丁玉共款，煞愈来愈紧张，愈来愈紧张。啊，甚至有一寡假字哈，啊，尤其是甲第三拍新闻，咧讲大雷雨迄段的时阵，我感觉迄拍讲了搁较歹一点啊吼。啊，所以我感觉你应该利用你遮尔好的优点吼，你徛伫遐，啊，伫咧报人是袂紧张。啊，毋过声音吼爱小可控制，心情爱不只是表情无紧张，心情嘛爱无紧张，安尼才会愈来愈好吼。是，多谢罗汉寿老师，再来请向荣老师甲咱讲评。主君台风真好啊，阮也有笑容啊。我咧听你的报这个台语新闻的时阵，啊，有感觉讲真好啊，因为台风啊，甲你的讲话的方式啊，拢互人真认真来听。啊，毋过共款含拄啊共款有紧张。含我即摆真状况有寡共啊，会家己食着家己的话啊，那慢慢会当从你即个发音的部分教搁较正啊，搁较顺啊，应该是会搁较好。啊，多谢向荣老师，再来请玉珍甲咱讲评。咱的主君甲我共款有一个优点，会呼唤咱的乡亲，乡亲呐，嘿，这点我真甲欣赏安尼吼，表示有咧看我报新闻安尼吼哈。而且这个主君一个真大的优点，伊咧报新闻的时阵，会甲这个内容变甲真口语化，互人一听就有。吼，伊袂讲甲国语啊直接翻做台语，伊会甲用甲搁较在地化，搁较接近咱的乡亲，这点是伊上介大的优点。但是我有一个建议，就是讲。迄个调莫遐悬，吼，甲你的迄个调，甲咱的起吼，甲小可压低一下，安尼听众咧听久，才袂感觉较较袂听讲安尼，会较压胀安尼啦吼。你若甲迄个调压较低咧，会听了较舒适安尼。这点小可改进一下就足赞的啊吼，加油哦！好，多谢玉珍，多谢三位评审，即马请拍分数。罗汉寿老师3分，向荣老师3分，玉珍3分，多谢三位评审来。所来，心鸿儒3位心鸿儒，请开始。大家好，欢迎收看华视在地新闻，我是心鸿儒。头期先带大家来看全台湾上细汉的 YouTuber 菜头粿，伊的频道总共观看人数破亿，人气是真旺。这个月21号满2岁，伊的阿爸蔡阿家特别甲桃园捷运来合作，伫咧机场捷运 A2 的3中站打造菜头粿主题车站。今仔日是登记的头一天，这个登记总共有7个月。在起时有袂少真介意菜头粿的朋友专工来到遮，也阁有母仔囝暗时坐车专工为高雄来抽头香。接落来看台南市的古迹大观音亭行济宫，有一阵甲即个鸡肉糋食透透的好爷，伊食物件的习惯是真特别咯。成礼除了有金门的高粱，也阁有鸡肉糋，而且上无嘛要放半点钟，互伊好好食了才会当摕走。为着要庆祝好爷的生日，宫庙专工准备100份的鸡肉糋，互信徒来跋杯。只要跋出一个圣杯，就表示好爷同意讲，你会使摕走1份鸡肉糋。所来继续来看台湾连续5天的汉光演习，13号举行，17号结束。日本的朝日电视、产经新闻、读卖新闻，也有 NHK 电视台，以及美国 NBC 国家广播公司、美国之音、新加坡 CNA 亚洲新闻台等等，拢到咱台湾采访咱的演习。因为即马美国也有中国的关系实在是真紧张，所以讲即个英国的卫报也有
美国的彭博社、半岛电视台等等的媒体，拢对咱台湾的地位实在是加深关注。接落来，带大家来关心天气的状况。今仔日有热带性的低气压为南部来通过，所以讲南部愈暗天气就会愈歹，嘛有可能会有局部的大雨。今仔日台湾本岛除了新竹市以外，其他18个县市拢是高温的灯号，上高温出现伫南投市39度5，再来是台北37度8，云林岛南37度7。即马全台湾就亲像是航海时共款，伫遮提醒大家，若是要出门，就一定要加啉一寡茶水，以防热伤害。最后，带大家来看，为着要选到灵暗的皇帝，国际扶轮3523地区联合74位扶轮社长，就要伫8月26甲27，伫咧即个亲子剧场来举行公益的演出。即摆演出拢是为因的真实人生来做改编的。伫咧即个立光剧团表演活动的名师编导之下，展现这个女性因的生命故事。演出的收入全部拢会捐出来做公益，替咱即个癌症防治也佮有医疗服务尽一份心力。以上就是今仔日的华视在地新闻，感谢恁的收看，祝大家平安顺心，再会。多谢phong如，这个看起来较袂遐紧张，来请罗汉秀老师讲评。较像样吼，phong如的头先的表现非常的好，我感觉上介吸引我的就是伊的笑容啊，充满着自信，啊手势嘛真自然。声音呢真清，啊，佮真巴甜，会当呢去控制伊的声调，吼，控制迄个节奏，啊，佮来就讲，伊嘛会晓讲去配合着迄TikTok影片来控制迄个节奏，吼，所以我感觉伊整体表现非常非常，互人赞赏，哦，多谢罗汉秀老师，算讲有已经较接近专业的感觉啊，所以来请向荣老师甲咱做讲评。是啊，phong如即个报的方式吼非常好啊，而且我感觉你那像时常参加各种比赛，拢得第一名迄款，叫我第一名台语嘛讲了足认真，而且表情你的表情迄种感觉足亲切加字加音拢真清楚这是真好，就有专业的感觉无毋对。多谢向荣老师，所来请玉珍甲咱讲评。后来这phong如吼是阮南投共乡的吼，你看啦，南投出来就是无共款啦，赞就是赞吼。那么phong如伊这个声质真正真好，字字句句拢讲甲真清楚、真稳定安尼吼。我感觉伊的声真适合广播电台，广播电台来听，非常的清楚，字字一句吼，每一个音拢发甲真周至。但是歹势，我要讲一个缺点，就是讲吼，你若是咧电视台。咧即做主播咧报新闻吼，你都爱注意哦。这个速度都安怎拖慢去咯，伤慢去咯，等于你的声就较无表情咯。所以爱小可甲速度搁较加紧一丝啊，安尼较适合咱的电视。但是只适合广播电视搁调整一下，就足赞的啊，好不好？好，加油，很棒，很棒。好，多谢3位评审，所来。嘛是到专业的时刻，请评审老师拍分数。罗汉秀老师5分，向荣老师5分，互拢真高分。玉珍4分，感谢，总分是14分，5分5分4分，哇，这是算真高的分数。刷落来，林冠娥，请开始。乡亲朋友，大家平安，我是林冠娥。欢迎大家收看华视台语在地新闻。首先，咱要来关心的是法律的议题。国民法官这个名词伫2023年就要来启动，不过要让咱一般的民众来担任国民法官，也是有淡薄仔争议。头一个就是
遮尔好理解的法律条文，民众毋捌接触过，免奈会当了解。过来，无了解法定的流程，有可能会互庭事乱糟糟，而且毋捌法律，阁要决人的生死，有袂少人拢感觉压力真大。咱实际来询问民众一寡法律的专业术语，有影是亲像耳听雷，甚至有人讲，就算你解说互我听，我嘛雾煞煞。刷落来，咱来关心健康的问题。讲到癌症，大家卡尾就冷。台湾癌症的死亡率，肺癌已经连续10档掉头名。其实咱伫普通时啊，伫煮食的时阵所产生的油烟，其实就是互咱着癌一个真严重的问题。国卫院上界新的研究指出，咱煮食的时阵，若是有甲排油烟机开开，互咱致癌的这个几率上济会当减少63%。医生嘛特别甲咱提醒，煮饭若是自头至尾拢甲吸油机开落，而且咱的装备嘛爱做定时的检查，安尼才会当保护咱家己。刷落来，咱要来关心中国的问题。中国虽然有世界工厂的名头，毋过伊的产品是好甲歹揽杂做伙，对生活用品到食品，拢有假爆的甲揽散做的问题。食品安全，互人真袂放心。亲像山东植物的海松养殖池，毋若揽散下农药、抗生素。也阁有卖牙精，互海松的这个身躯，亲像灌水咧碰晒晒。就连国际真出名的素食连锁店，拢用过期的食材，有影是喊呱呱。过来，要来关心即马大家上关心的气象。今仔日大台北地区的朋友一定感觉非常热。伫下晡2点到伫下晡2点19分，伫台北有测到39度7的高温，这个温度已经打破5个纪录啊，是124天来的最高温，而且连续16天拢超过36度。主要是因为台北的地势高压的拢打掉咧，佮加上台北亲像一卡卡桶咧热烘烘甲热岛的效应，要提醒咱的乡亲的民众一定爱烘拍，加啉寡茶汤补充水分。上尾啊，咱要来关心公益的议题。国健署资料统计，乳癌是咱国家女性癌症发生率的第1名。国际妇伦社为着要宣导乳癌的防治观念，8月26到8月27，要伫亲子剧场来演出，希望透过戏剧的表演，互民众对乳癌会当有更较侪的知捌。另外，国际妇伦社嘛要建立社区服务公益的平台，要推行乳癌、子宫头癌、卵巢癌以及肺癌的防治观念。今仔日的新闻就播送到这，欢迎乡亲的收听，咱再会。多谢4岁的愿望，这个听你讲煞，我联想到自己啊，就去走这款风上车。来，请咱罗汉修老师甲咱做一个讲评。是愿望的表现非常的平稳哈。对真侪文字甲转为做口语化嘛，做转啊真自然。我想这可能甲伊即马咧读的册有关系哈，因为是台文所哈。过来就讲一寡小缺点，就讲时间这种阵啊搁较了甲搁较准一点嘛哈，会当甲这个影片配合了搁较顺哎。是，多谢这个罗老师。所以来，请向勇老师甲咱讲评。愿望的表现袂歹啊！你的台语啊，真含咱的生活啊，真会当结合做伙，口语也真自然啊，而且伫咧
报新闻的时阵，会当注意到讲这新闻内底重要的重点有加强迄个重点。毋过这个速度的部分，有可能是较慢淡薄啊，会用佫加强速度加吹油加吹外多谢。好来，多谢向阳老师即马就请玉珍甲咱讲解一下。哇，咱的王五子吼，这像我拄则讲的，这里的江湖已经走跳真久啊。我咧讲的就是伊啦，这台语已经讲甲真老练啊吼。尤其你甲听吼，伊咧甲迄个华语甲改做这个台语的时阵吼，拢改到有够赞的啦。像啥物无啥啥啦，像啥物讲到感情骹尾就冷啦，像啥物台北就亲像一卡桶啦。哇，我感觉伊拢改到足水的，真厉害吼！可见咱王五子这经验非常的丰富，这嘛是咱爱甲学习的所在啦吼。那么另外一部分是我甲两位老师的感觉是共款，就是讲有当时一字一句咧讲的时阵，为着要甲每一句台语讲好就字，有当时就是会拖慢迄个速度，这就是可能要咱去准则吼，这个部分，咱需要过来学习一下，会当互咱的这个。要伫咧电视顶报新闻，嘛是要互咱的声音有一寡表情，吼，才会当来吸引人、声人来听，安尼吼，袂歹啦，我讲只也赞，加油哦！好，多谢玉珍，即马要拍分数是请评审拍分数。罗安秀老师5分，向阳老师4分，玉珍4分，5分、4分、4分。总分是13分，这是4号咱林元光元五子的总分13分。来，即马所来是雅芳，请开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肖雅芳。今仔日华视在地台语新闻要为大家奉上头一条新闻：婚林一个管议员却因某指控，若是啉酒在性地压起来，六亲不认，佮拍某拍囝。甚至3年前，因某有生4个月，要共款照拍。虽然议员真侪摆解核实咧，佮签设计书保证袂佮啉酒，毋过最近佮开始挑工伫咧起骹动手。前几工议员佮开始啉酒醉，因某就烦恼伊家己含2个细汉囡仔安全，报警发救命，讲即摆坚持要离婚。随落来镜头来到高雄，高雄市长补选国民党的候选人李美珍，成立努力后援会，伊的大家就特别来到现场替新妇徛台。而老李美珍是一个好查某囝、好议员，当选市长卖这个袂歹。所以佮讲，我讲的拢是真实的，假使讲白贼，胸坎就会变细，这话嘛意外变事件的话题。都查某议员批评讲这是甲查某人当作是物件伫咧看，挑工甲因看无。那李美珍会知影接受访问的时阵嘛，配回讲，因大家是一个真趣味的人。安尼讲，大家较听有啦。随来这条新闻是全世界每一个民众上关心的议题。全球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的人数已经超过1610万人。死亡的病例也超过647000人，疫情上严重的美国，确诊的病例也坐要423万人，差不多是全世界每4个确诊病例都有一个是美国人。另外，中南美洲的国家以巴西疫情上严重，巴西纽约也宣布，2020年跨年宴会会取消，嘉年华会嘛会继续延期落去。过来要为大家报今仔日的气象新闻。今仔日礼拜日，真侪人中昼食饱，就看到路口开始伫咧落大雨。因为对流云下旺，中央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全台湾19个县市开始上大雨。台北市信义区累积落雨量就超过800毫米。下晡3点外，湘北开始落大雨特报，永和国公路就因为雨水下袂离。迄水因到骹头有遮尔悬。再来是女性朋友爱注意的新闻议题啊！你敢有定期伫咧做癌症检查？
国际扶轮3523地区伫今年设社区服务的公益平台，希望会当提升女性朋友感情防治观念，提早预防感情发生，做好全面的健康。因嘛和北市府合作，用冷癌防治做主题。头一摆，予74位扶轮社长伫亲子剧场做伙公益演出，那表演赚的钱，把拢会全部捐予公益团体。以上是雅芳伫华视台语新闻报出，多谢。多谢雅芳，所来请罗汉石老师甲咱讲评。是雅芳呢，伊的速度啊，我感觉有较紧一点嘛吼。所以有一寡所在，伊会敢若浪旁浪伫遐，吼，敢若顿定是安尼。过来就讲声音可能练了伤过紧，声音念到阵就小可会糊糊啦，吼，小可会糊糊。所以讲我感觉伊声调会当个小可较有变化一个，来配合着你咧报新闻的内容，吼，我感觉安尼较有说服力，吼。多谢罗汉秀老师，出来请向阳老师甲咱讲评。雅芳的台语真标准，那像捌做过配音员的款因为安尼，所以那受到配音员的一寡职业上的影响所以声调甲你讲的语言拢掌握得真好，但是放伫这个电视新闻的播送的过程内底，就感觉较硬淡薄因为表情爱、手势爱。这个部分以后会用做一寡补充啦，用讲加强你报新闻要有迄个感情，你报的内容甲你报的这个口气的开口会当三甲结合多谢。好来，多谢向阳老师，所来请玉珍以专业的角度甲咱做一个讲评。雅芳互我的感觉就是足认真的，伊看这个稿吼足认真，用台语一直甲讲出来，一直甲讲出来，一直甲讲出来吼。嘛像咱老师讲的，其实嘛讲甲真标准哦。不过雅芳上大的问题是伊的字尾，伊上尾啊迄个尾音吼，有诶伤拖，但是有诶佫无完全，所以你安尼规篇听落来，就会感觉袂真顺，会小可卡安尼吼。所以这个尾音，咱小可佫注意一下，等于咧练台语的时阵，这个尾音吼，爱甲发到周字，嘛莫拖。不应该拖，莫拖，应该发到周字，甲用好周字，安尼就会足赞的吼！雅芳加油！好来，多谢玉珍，所来请所谓评审拍分数。罗安秀老师3分，向阳老师3分，看玉珍啊嘛是3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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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雅芳是得分总分是9分，多谢雅芳，多谢老师，所来请咱6号宋典旭开始。各位乡亲，大家平安，欢迎收看华视在地新闻，我是宋典旭。今日是新历8月初1，旧历6月12，礼拜六。新闻一开始，先带你来关心咱的蒜头这个部分。蒜头的价销愈起愈悬，这是因为讲咱产地分林伫咧3月采收的时阵，落雨去影响到咱的产量，佮加上国际蒜头主要的供应国家中国受到新冠病毒的影响，无法度出口，致使这个价销大起。原本阁有咱的埃及蒜头会当阁小动一下，毋过偏偏5月、6月埃及的蒜头进口的时阵，互人发现讲有带涂角，有超过20个货柜检疫拢无法度过关。所以讲，即个咱台湾国内的蒜头的价销也已经为一台斤60块起到一台斤160块啊。佮来带你看咱第2条新闻，咱即个3倍券即个部分是18岁以下的囡仔拢会当领即个3倍券。毋过，立法人民就发现讲，即个超过60%的家长无先甲囡仔讨论过，到底即个3倍券是要安怎使用？佮有1成的家长直接甲3倍券就摕走咯。即阵立法人民就是烦恼讲，即款代志真会产生着囡仔甲大人之间的冲突，也建议家长会当甲囡仔同齐决定讲，到底这3倍券要安怎使用。所来乡亲啊，徛台湾看世界。所来一间英国的公司来调查这个网络安全的部分，发现讲中国是设置上侪监视器的国家。
那密度高，而且大部分拢是用政府的名义所设置的。上较罕过的是，中国境内的监视器的数目，竟然占全世界所有监视器总数的一半。另外，伫全球设置上济监视器的20个城市内底，18个城市就有18个是中国。所来带乡亲来关心今仔日的天气。台北下晡2点外，温度是到39.7度。若台东台武这部分，中昼12.36分，也是40.2度的高温。若创下有史以来上高温的纪录，搁较是大平台湾所有人工测站历来上高温的纪录。在明仔载气象局也针对明仔载气象发布气象预报，就是讲台北、新北、高雄、屏东这10县市发布36度以上甘仔色甲黄色的高温警示，而且全台湾过昼了后，拢会落雷公雨。新闻最后带你来关心咱扶轮社推广能源风地，74个扶轮社长挺公益演出。就是讲，为着提升女性朋友对癌症的防治观念，国际扶轮3523地区首创一个社区服务公益平台，邀请到咱的台北市副市长、台湾癌症临床研究发展基金会董事长等等的人，同齐做公益，而且搁甲市政府合作，结合戏剧，伫咧8月26、27，会伫咧咱的亲子剧场公益演出。新闻就报到这，感谢各位收看。后一个时间就请大家收看咱华视在地新闻。我是宋登旭，感谢。多谢登旭，已经是第6号啊。当然，伊的这个台风，大家都爱听罗汉是老师安怎讲评。登旭吼，头仔讲到伊的台风吼，其实我是先感觉讲伊的声音真亲切，佫有表情吼。毋过台风可能较硬一点啊！你看，我看伊2支手吼，拢固定放伫遐，拢无啥震动吼。佫一支手因为有摕可能摕新闻稿吼，所以讲小可看起来较一点仔无自然啊。我感觉你身躯会当甲放较轻松一下吼。毋过我感觉有另外一个优点，就是讲有对一寡新闻，譬如讲头仔讲到第3趴吼，新闻的时候，伊家己个加一个话头，哦，徛台湾看世界，譬如安尼，本来新闻稿是无的吼，所以我感觉伊会晓变巧哈，所以有遮尔好的基础啊，当佮继续吼加强努力。啊，多谢这罗汉士老师，这因为这种专业的，这种本科专业的，所以来请向阳老师甲咱讲评。是登旭有受过这个播音嘛，是讲传播的训练这款啊，而且感觉你嘛有真有经验啊，所以在播的时阵啊，你的表情、台风真稳啊，这个发音的部分，有一寡所在咧，有可能是因为较紧张淡薄啊，有迄个声调啊，有走进去啊，毋过这毋是真大的问题啊，未来若是佮加减啊训练，应该是真紧就用弥补过来。好，多谢向阳老师。当然紧张难免，我就讲紧张才会精彩。紧张当然只会使培养，慢慢来训练。所以来，请咱玉典跟咱做上专业的讲评。后来登旭吼，我感觉伊真有迄种学者的风范，真稳真顶斗吼，互人一种信任感。就是听你讲新闻，感觉你袂讲骗啊，你讲的以前是真的，我相信你讲的啦吼。也毋过，若是以报新闻的角度来看，感觉你甲观众会有迄种距离的感觉，有一种距离感吼，无法度感觉讲，甲你扭甲足近安尼吼。上主要就是讲，拄则老师嘛有讲，伤硬，甲家己放较软咧。放较自然的吼，甲你私底下迄种活力啊、活泼啊，少年人应该有的迄种温暖啊，甲囥一丝丝入来。毕竟这是电视新闻，爱看到你的人的吼，所以这点仔需要加强者，你就足赞的啊吼，加油哦！好，多谢玉典，说来是上专业的时刻，来请评审拍分数。罗安秀老师4分，向阳老师嘛是4分。玉典嘛是4分，
4分，总共是12分。这是6号宋典旭得分12分。各位乡亲朋友，咱拄才已经看过6位选手这个比赛啊，咱即摆稍等一下，随来。
欢迎所有乡亲时代好朋友继续收看华视台语主播擂台赛。拄则已经看过几啊位选手的表现啊，咱即马要请咱的评审，甲咱做一个表演一个。因咱所请的评审拢有相当的来历，拢是诗人，台语诗人。即马咱就先请罗汉秀老师甲咱表演一寡伊的台语诗。好，我来朗诵一首我最近发表的诗，叫做《台湾》。南岛民族上北的地界。先民出洋生炭新疆来，后来啊后来，有人渡过险恶的大海，原住民走入深山哪来？山是阿爸，海是妈妈，而我是山甲海的后代。日头出入的好所在，山岭归白，云影归白，山岭相踏。溪水伴奏，伫我唱歌，小小的岛屿万般丰富，前途运命，家己来做主，有够幸福，这是咱的厝。多谢罗汉秀老师，这听起来真正有感觉。台湾是咱的土地，咱的母亲。当然，这是为了要互咱所有参赛者这个气氛呢，小可做一个改变，享受无同款的心情啊感觉。接落来，咱赶快要邀请的是向阳老师表现伊的台语诗。多谢啊！我想我念一首我过去写的诗，叫做《我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梦见咱做伙开垦这片土地，溪水瓦靠坚强的高山，花草由南往北一路开放，无边的平原流水起舞，连绵的花思慕着海洋。我有一个梦，梦见咱同齐关心这片土地。不准废水、污烟、污染家园，无爱捕头啊、鸡啊扔伫树林，听惜天顶飞的鸟，水底游的鱼，听惜囡仔、老人连厝边。我有一个梦，梦见咱斗阵维护这片土地，摕爱心，拍开收分的家炉。抱希望，行离屈绝的暗房，醒过来都是万里无云天，和平的花蕊散放出久长的清芳。多谢向阳老师，听老师你这吟这诗，真正是一种的享受。所以讲，听这诗了，相信这比赛要参加比赛，要表现的人，应该心情会较定定啊。即马呢，千万唔能够紧张啊，所来。请张伦维开始。各位乡民、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华视在地新闻，我是张伦维，和大家做伙来关心报道大代志。国民法官2023年就要来就路，不过，互一般民众来担任国民法官，嘛是有一寡争议。第一个就是建设的法律条文，民众唔捌来接触过，那是要哪来了解呢？过来无了解法定的流程，可能会定数乱七八糟，而且唔捌法律，佮要来判人的生死，未少人感觉压力真大。咱就实际来询问民众，一寡法学专业的术语，真正是一问三不知，甚至有人来讲，就算你解说，我嘛是完全听拢无。所来要来关心的是健康的消息。台湾癌症死亡率肺癌已经连续10年来掉第一名了。咱平常时煮饭的时阵，产生油烟其实就是掉癌最悬的原因之一。国卫所、国卫院最新研究来指出，煮饭的时阵，若是有开抽烟机，咱掉肺癌的几率上济会当来下降63%。医师来提醒，煮饭的专程，抽烟机上好是拢来开的，总比呢咱嘛拢要定时来检查，较会当顾好家己的身体、家己的健康。再来是中国消息，
中国虽然有世界工厂的称号，但是产品好歹的业差，为生活用品、甲着食品都有假货、甲着滥制的问题。食品安全嘛令人来忧心。像山东节目的海松用色池，唔那乱掺农药，啊个抗生素，佮会用这个卖个高精，互海松看起来规只是碰西西加足大只的。就连国际知名的素食连锁店，都拢使用过期的食材，相当的离谱。所来带大家来关心天气的消息。今仔日大台北地区的朋友应该感觉非常的炎热。下晡2点19分的时阵，伫台北车站测得到39度7，这个温度呢，其实已经来破了5个纪录，是124年来最高的温度。而且呢，连续16天拢超过了36度。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咱这高气压的关系，加上台北盆地热风甲着热岛的效应，提醒你一定要注意大日头风拍，甲着加补充水分哦。最后是福伦社消息，国健署统计资料统计，冷癌是咱台湾女性癌症发生率的第1名。国际福伦为了要宣导冷癌防治观念，伫8月26甲着27，准备伫咧亲子剧场来演出。希望透过戏剧表演，互民众对冷癌有更较侪熟悉。另外呢，国际妇伦呢嘛准备要来建构这个社区服务公益平台，推行着冷癌、子宫喙癌、卵巢癌以及着肺癌的防治观念。以上新闻由华视在地新闻提供，我是张伦伟，感谢收看。好了，多谢伦伟，即马就请咱罗汉秀老师甲咱讲评。伦伟的表情真自然，啊嘛真亲切，敢若隔壁的大哥哥吼共款吼。伊台语讲啊足流利，吼，所以讲啊真流利的时阵就真容易啊，油一直吹安尼啦吼。所以我感觉有当时小可打一下洞啊咧吼，小可看一下倒边正边吼，后壁小可看一下。毋过其实伊表现已经足好啊吼，所以头先可能小可有较紧张，速度较紧，无要紧。这我相信这后摆会愈来会愈好。好来，多谢这个罗汉秀老师出来，请向荣老师甲咱讲评。论为报送的方式吼，袂歹，有将才吼，讲话甲姿势吼，甲你伫讲着新闻的时阵，迄款表情啊，拢互感觉当信赖的感觉啊。为咧就是这个速度的部分，确实若有淡薄仔所在会当停一下啊，休一下啊，互听的人会当有一个准备的感觉，可能会更较好。好来，多谢向荣老师，有影这洞啊，小大咧吼，油门啊乌白水，洞啊小大咧，所以请姚丁跟咱做专业的讲评。好来，这个轮位吼，爱感谢恁阿爸甲阿母啦，甲你洗到遮缘投。哦，安尼镜头徛起哩吼，就讲啥人去看安尼吼。啊，一寡家庭主妇啦、婆婆妈妈啦，还有小妹妹啊，看到这个帅哥咧报新闻吼，就足爱看。啊，毋是缘投就好啦，莫报遐紧啦，慢慢来，豆豆啊来对无？啊，无人甲你咧抢啥，你一直吹是咧吹安怎？敲完一次啊，吼！啊，敲完一次啊，甲一寡台语应该发的音爱发到正确，毋是讲发听，毋是讲过人就无听伊，也是有听到，有诶台语也是有创哦，吼！这小可改进一下就足好诶啊，加油！好来，多谢玉丁，当然三位评审老师拢讲评过啊，即马就要决定伊生死，请拍分数。罗安秀老师4分，向荣老师4分，玉丁嘛是4分，4分，加起来是12分，这是咱陆毅你看12分，赞吼，好，来，即马分数有啊，刷来要请咱8号张日东开始。乡亲啊，大家好！今仔日的地方新闻，日东要带大家做伙来了解。讲伫个这个婚姻有一个管议员，伊互因某斗讲啊，伊若边啊啉酒，规个人都安尼拢变甲无共气。一个起酒小，伊是安尼六亲不认，拍某拍囝，甚至讲伫个3年前，因某都有生4个外月啊，伊嘛是安尼真粗残，才尾跌落去。虽然讲这个议员有几落摆来甲会失礼，佫有签切结书，讲伊保证会来改酒。
毋过最近伊煞又搁咧反省啊！伫咧几落工前，即个议员又搁来啉酒醉啊！因某烦恼讲，伊甲2个幼囝会有即个危险，所以就报警来求援助。即边伊坚持讲要和因翁来离言。高雄市长的补选，国民党的候选人李美珍来成立即个努力后援会。伊的即个大家啊，佮专工来现场来甲伊徛台，学了讲李美珍是一个好查某囝、好议员，若是当选市长了后，嘛是会一个好市长。刷落去，伊佫讲，我讲的这拢是真的哦。若是讲有讲假话，甘愿啊刑砍会变逝去。啊，人是当刑砍咧挂保证，伊煞用这个刑砍来咧做批相，这个话啊，一个讲出来啊，虽然引起这个热门的话题，都有查某的议员咧讲。啊，这根本就是甲女性物化去，挑工来做技师。所拜这个李美珍，伊伫早起联合访问的时阵，就来背回讲，这是因大家真有心识气，会安尼讲是要表现讲人亲土嘛亲，要来和在地人来做伴暖好感情。过来啊，看这个吼。全球的这个新冠肺炎确诊的人数已经来到有1600多万人啊，死亡的人数嘛有来到647000多人。这个疫情上界严重的是伫咧美国，已经有423人去获着啊，差不多会使讲是平均测全球4、5个人内底都有一个人是美国人。另外，伫咧这个中美洲的国家，巴西疫情算是上界严重的。巴西里约嘛宣布讲，要伫咧这个2020年过年下年的烟火要甲取消掉，啊，那这个嘉年华会就会一直甲延落去。今仔日是礼拜日吼，啊有真侪人中昼当拄食饱尔，过去拄到大雨，按煞去予雨关掉着。因为即落吼顶下架人咧落的即落对流分系真旺盛。中央气象局发布这个大雨的特报，讲规台湾啊有19个县市会上大雨。台北市信义区累积的雨量已经有几百毫米，这算是落上济。伫下晡的3点外，湘北拢升到即落上大雨的等级。永和国公路嘛，因为这个排水未赴消透，所以水也有淹到这个骹头淤起来。观众朋友。你敢有定期来做这个癌症的检查？国际妇联3523地区有伫咧今年来杀出这个社区服务的公益平台，希望讲会当提升女性朋友对癌症的防治观念，要来甲提早做预防，落实这个健康的价值。咱拢知影吼，因阁有甲台北市政府来合作，要来做这个防治灵癌的主题。头一摆来邀请74个妇联社长，伫咧这个亲子剧场，做伙来甲做公益演出，表演收入的钱项，拢会甲捐予这个公益团体。以上的节目以上的新闻，就当将感谢观众朋友来收听，再会。多谢张日东张老师，当然伊可能对镜头较袂遐惯势。今日来请罗汉秀老师来讲评。日东伊即个台语，有够练转的啦，这为土家生出来袂输伫咧庙口啦，青仔骹咧听这个阿伯啊咧淡仔广告所以伊甲新闻拢转换做伊家己的语言，这是足大优点，啊嘛是足厉害的所在啊，毋过我感觉较可惜的讲，咱这是电视新闻，报送的人呢是有上镜头的，我感觉上界大，可惜就是讲头咧淡仔念过啦，你嘛足缘投的啊，毋免安尼歹势所以我感觉这仪态爱调整我相信佮加上你原来遮尔好的资质也是这敢若头前咱玉林老师讲的，有的人有。这个声音目前当然去做广播电台足好个啦但是咱要上电视，伫仪态上方面爱去做调整。多谢罗汉秀老师，当然伊咱是报新闻的，所以讲爱看镜头，这是当然这主要的问题。过来，请向阳老师甲咱讲评。好，多谢。那日东台语下叫而且也真流利我伫听你的台语的时阵，都感觉亲切而且会感觉有深度。毋过共款的问题就是讲因为面对着镜头这个部分，你可能较无注意到其实
看过有哪会使的啦吼，毋过爱有一个时间爱对着镜头对着你的观众大家来听的时候，感觉你是替我报迄个感觉才会出来。多谢。好来，多谢向阳老师，当然以咱咧报新闻看镜头，这点真要紧。就请玉鼎跟咱做上专业的讲评。好来听咱的阿东兄咧报新闻吼，听起来是还是足亲切的啦吼。嘛会当感受到讲吼，阿东兄是一个足受学生欢迎的老师安尼吼。伊个华语要翻做台语，真正是翻甲非常的水开。这若是伫咧幕后的配音，真正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台语人才。咱若是欠这个幕后的配音，一定要甲阿东兄甲招来。但是吼，实在是阿东兄歹势，咱今仔真正是要做咱的台语主播，所以你安尼较食亏啦吼。你今仔日安尼一直看稿，安尼报你的这个新闻安尼吼。虽然讲你台语讲啊非常的好，非常的练长吼，非常的周至，我嘛敢讲你所台语翻做华语这个部分嘛是所目前的参赛者内底翻了上介好的一个，但是就是你这点食亏咯。你拄则摕你的稿一直看，无咧看镜头，实在吃亏真大。所以咧，甲你歹势一下吼。阿东兄，加油！是啦，看镜头这点真要紧。所以，又阁是专业的时刻，请评审拍分数。罗安秀老师3分，向阳老师嘛是3分。来看玉鼎啊，共款3分，3分，3分，3分。咱张日东总分是9分，多谢咱3位评审，嘛多谢咱的张老师。所来第9号李新武，请开始。大家好，欢迎收看华视在地新闻，我是李新武。全台湾上细汉的 YouTuber 菜头粿，并得中华人数是破亿。人气是讲真旺，这个月21号就满2岁啊！因爸爸蔡家特别和桃园的集运来合作，伫机场的集运 A2 的3点报站来打造一个菜头粿主题的车站。今仔日开始嘛已经开始当去参加，展览时间嘛已经到7个月，当到长7个月。伫透早嘛袂少即个菜头粿的民众特别来遮来参观，叫母仔囝来坐马车按高雄做伙来抢头香。再来看到这个台南市的古迹大观音亭，行政宫就一身台湾煎鸡食透透的好牙，食食正嘛是真特别啊！贡品呢除了有这个金门的高粱，啊，叫这个煎鸡，而且呢爱放半小时以上，互这个好牙食了欢喜，甲来收走。为了来庆祝这个好牙生日，公庙嘛准备100份的煎鸡，互信徒来跋杯。只要搬出一个上杯，就表示好爷会同意，下走1份的煎鸡。再来看到连续5天的韩国演习，13号举办，17号来结束。日本朝日电视、叫产经新闻、叫东北新闻和 NHK 电视台，以及美国 NBC 国家的广播公司，美国之音叫新加坡 CNA 亚洲新闻，拢是来到台湾采访台湾演习。英国卫报叫美国广播社叫半岛电视台，平面叫电子媒体，嘛对美中的紧张的关系来叫台湾的角色有一寡报道。再来看到天气，今仔日的热带性的低气压按南部来扫过，这南部呢是天气是愈换愈歹，毋过呢有一寡所在呢嘛开始落大雨。今日台湾啊，而且伫这个新竹以外其他的8县区呢，拢是高温的顶号。上高温的天气呢，伫南投39.5度，过来是台北37.8度。云林岛南37.7度，全台湾个像咧航旱期，若是要出门，绝对爱早日头，爱加啉水，提防来着刷。
所以咧看到为着来宣传这个年岩防治国际渔轮3523地区联合74位的这个渔轮社长，伫咧8月26号、27号，伫咧亲自剧场来举办这个公益的表演。这个演出是改编因家己的真正人生故事，伫咧立功乐团表演的活动以下，来表现这女性的生命故事。演出的收入嘛会全部来捐出去做公益。来，这个感情的防治，叫医疗的服务来尽一份心力。感谢今日收看，再会。多谢新武，当然啦，这个补习部分当然还个真正有真侪专业爱加强。咱请陆汉秀老师甲咱讲评。丁武一表人才啊，一表人才，非常非常真上镜头啊，毋过有较紧张啦。我感觉表情会当搁加一寡吼，有一寡表情。啊，会较好啊，搁较有亲和力啊，声调嘛，伤过平，有较平吼啊，速度共款，甲头先啊有一寡参赛者拢有共款的毛病，就是讲速度有较紧一点嘛吼。你看头咧报告迄个记客啊，迄条迄拍新闻的时阵，活了立刻足久的伫遐吼，小可较可惜。啊，有一寡家字会使搁教较清楚的吼，再搁继续加油。多谢罗汉秀老师，所来请向勇老师甲咱讲评。那丁武的一表人才啦哈，而且声音有一寡迷人的所在啊，毋过你的声音可能放了较细声淡薄，感觉有寡无元气的感觉啊。其实因为主播台你要有一寡轻甲重有的轻声，有的较重声淡薄，这个部分用你慢慢训练。另外是假音还有声调有可能要有一寡所在要稍注意淡薄啊。多谢。多谢向勇老师，所来请玉丁甲做上专业的讲评。我甲两位老师的看法同款吼，咱的丁武吼真正是生做真将才，会讲声迄款面吼，嘿嘿。但是我有一点来讲，就是讲，常常人咧问讲，报新闻到底要有表情无？因为咱的丁武自头到尾拢是一个表情，吼。一个安全的表情就对了吼。那么像你拄则咧报这个菜头粿啊，菜头粿就真古水，真自然就会当有这个古水的表情嘛吼。咧报迄个虎爷要食迄个糋物，就甲真趣味的这个表情嘛吼。报气象就是甲咱的乡亲提醒一个就爱注意哦，天气真热哦，就爱加啉一寡滚水哦，出去毋通去热着哦。吼，迄种提醒的表情，自然就好，爱有表情无，毋免伤放慢，先先收，自然就好。所以咱的丁武可能就是爱面对迄个去照镜，甲家己表情吼，小可搁训练一下安尼吼，日后是一个真赞的人才哦，加油！多谢玉丁，表情真要紧，所来请评审拍分数。罗汉秀老师3分，向勇老师3分。来看玉丁共款3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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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分是9分。多谢新武，哇，你总分是9分。所来是第10回回文，请开始。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咱华视台语新闻，我是你的主播郭慧文。新闻一开始，带你来关心。台湾的新冠病毒的疫情虽然即马已经控制掉啊，不过大家还是真惊吓，拢惊讲咱秋冬阁会有一波的高峰。台大感染科的医生黄立明嘛，带着咱台大研究团队发明着喷瓶型的疫苗。这种疫苗甲咱较早迄种注射型的无共款哦，伊是为咱的鼻仔内底的黏膜，就会当大声的产生着咱的抗体。使用了后，其他部位的黏膜嘛会产生着抗体，嘛会咱对抗着咱嘛使对抗着伫咱身体内底的病毒。按算伫咧咱今年10月就会进入咱的临床试验。所以带大家来关心，这2天互大家抢甲变过客庄券，一份价值100-800块，要领到，阁真正无简单。为22号开始到23号下晡到尾3点，才会当订购到。
原来是咱的主办单位客委会想讲要来体贴咱年岁较大的民众，所以要来使用咱的赖来登记。想知影就甘心变做就切心的。那大家来看卖咧，即马咱的画面拢安尼卡掉的，出现的画面毋是讲咱的系统为何，就是咧故障。咱的民众拢看啊，拢来大家就讲啊，咱客委会钱真正特别歹摕。伫咧台湾来关心咱全世界。台湾甲巴拉圭的国会议员友好协会伫咧立法院正式来成立。巴拉圭伫咧台湾的，咱台湾的代表，伊的小巴，咱的拍的少嘛亲自来出席。伊嘛坦白来大家讲，即马中国伫咧对咱的巴拉圭来施压，但是巴拉圭的总统阿布多伊真正态度足坚定的。伊讲巴拉圭敢若就一个朋友，就是咱台湾，咱的。帕巴索嘛表示，台湾伫咧疫情的期间，援助咱的巴拉圭真济物资，是咱巴拉圭上好的好朋友。希望咱两国会当手牵手，做久久长长的好朋友。接落来带大家来了解咱的天气。今仔日是24节气当中的大暑，嘛是咱一年当中上烧热的时阵。气象局来表示，未来拢是高温烧热。过到了后，拢会有西北风，伫遮提醒咱的乡亲，要注意到风拍。另外，中医师嘛提醒，伫咧大暑的时阵，咱的天气会烧憋憋，是消除咱体内底寒湿的好时机。大家会使食一寡咱长着时的西瓜、来呀，才会啉茶水果。若是咱的菜瓜，还是苦瓜，嘛是真好的选择哦。新闻最后要带你来关心你的健康。国健所的资料统计，乳癌是咱的查某伊眼前发生着的第一名。国家妇联社为了要宣传咱的乳癌的防治观念，伫咧8月26号甲27号，准备伫咧亲子剧场来播戏，互你看。希望民众会当对乳癌有加较侪熟悉。另外，国际妇联嘛要来创立咱的社区服务公益平台，来推行着咱的乳癌、子宫腿癌，啊，搁有咱的回气癌，啊，搁咱的肺癌的防治观念。希望大家拢爱健康哦。以上就是咱的华视台语新闻，我是你的主播郭慧文，感谢你的收看。多谢慧文，当然有一寡字可能发音较发无遐周字，来请罗汉士老师甲咱做讲评。慧文伊的外言真好。啊，今仔日的清茶，我感觉嘛配了真下，较可惜就是讲，可能一开始的时候还佫真顺哦，一开始的时候煞是我去卡着了，就开始紧张啊，我感觉失误了，爱紧恢复倒转来吼，你一失误一紧张，要打动煞打做油门去所以你看你几啊拍拢讲了较紧，后壁拢浪旁浪伫遐所以讲即个提醒咱所有的参与的朋友，来讲小可失误去的时阵，爱紧回神倒转来无就惊讲规个拢拍去，无我感觉你真可惜你外言啦，包括清茶尾等到要收煞的时阵，迄款表情真自然，迄款笑容嘛真亲切我相信一摆失误无要紧后摆甲修正了，后摆佫愈来愈好。多谢罗汉士老师有影，小可做一个改变，小可做一个较精进一个，后摆愈来愈好过来请向阳老师甲咱讲评。好，绘文的语态真赞而且台风嘛真惊啦用讲是足稳的不过伫讲台语的这个部分呢因为后来你若像有真侪所在有一寡出错所以愈来愈紧张的迄个感觉有出来。另外，讲真侪物件拢加一个咱的有当时会部分真好但是讲伤侪即咱的啥，明明包括即个国家可能毋是咱的，你讲咱的总统，迄个部分爱较小心，爱较注意淡薄当然，这就是因为新闻的用语爱加真斟酌，所以来请玉珍甲咱做讲评。
回文吼，我甲你讲一个小小的秘密。咱即届第一段阶段50几个参赛的影片内底，你伫我的心目中是第一名，因为我感觉你的声质真好，你的音调嘛真适合来报新闻。你这个音调听起来真爽快，真舒适，吼，互人感觉很舒服的对啊。听你咧报新闻，真正是一种的享受啦吼。但是我感觉你拄则咧比赛，你并无甲你的水准表现出来。吼，可能就是老师讲，你伤过紧张啊吼，啊紧张的时阵，佫无赶紧甲迄种的迄个主场，竟然佫甲扭转来，无赶紧甲家己的心情佫甲稳定落来，所以你今仔日的表现是失去你的水准吼。我感觉实在非常的可惜吼，是一直到上尾啊片尾的时阵，才甲这个水准表现出来。上尾啊咧收束的时阵，收了袂歹啦吼。啊，可惜有当时我定定咧讲，比赛有当时大家程度拢差不多。输赢伫咧倒位，输赢伫咧较袂紧张迄个，你就赢啦。吼，所以大家会记得这点，冷静，莫紧张吼，大家加油吼，莫紧张，感谢。对，是参与评审的这个讲评，安尼听起来敢若会互人吐大气，毋过共款嘛是要面对，请评审拍分数。罗安秀老师3分，向阳老师嘛是3分。过来玉丁4分，4分哦好，来3分，3分，4分，总分是10分。回文第10分这个回文总分是10分，嘛多谢回文。所以来11号的玉祥，请开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的在地新闻，我是赖国祥。头一个新闻带大家来了解台湾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虽然得到控制啊，不过大家拢是惊讲秋冬了后，迄个疫情会愈来愈严重。台大感染科的医生黄立民嘛带台大团队研究喷片仔型的疫苗，和较早注射型的无同。这是按片孔膜就开始产生抗体，使用了后，其他部位的黏膜嘛是会产生抗体，会当对抗侵入的病毒。按算讲，今年的10月会当开始试验哦。所来带大家了解客诊馆。这2天，互大家手工变过的客诊馆，一份价值800块，要领到吼，实在是真无简单啊！为22号开始到23号下晡，得要3点才登录到。原来是主办单位客委会想要体贴习惯使用社群软体长者。所以用赖平台登录，才知影，才会知影足甘心变做足切心的。登录的时阵出现的画面，毋是讲系统咧维修，就是讲故障啊。互民众怨叹讲吼，客委会的钱吼，实在是真正足歹摕啦。带大家了解台湾甲巴拉圭的新闻。台湾甲巴拉圭国会议员友好协会伫立法院正式成立。巴拉圭徛伫台湾的大使博马绍亲身出席，伊嘛坦白讲，中国目前在互巴拉圭压力。不过，巴拉圭总统阿布多伊表示讲，巴拉圭只有一个朋友，就叫做台湾。博马绍嘛表示讲，台湾伫疫情的期间，关注巴拉圭足侪防疫的物资。是巴拉圭上好的朋友，相信2个月交情会随时间愈来愈坚定。接来带大家了解天气。今仔日是24节气内底的大暑，就是一冬内底上热的时阵。气象局表示讲，未来拢是高温烧热、西北风的天气生态。天气观众朋友就要注意，莫互日头晒到伤意哦。另外，中医嘛提醒大家，大暑天气足热的，是消除体内寒湿的好时机。会使食一寡潮湿的西瓜、梨啊，这种较冷的水果，嘛是菜瓜、苦瓜等等，拢是真好的选择。最后，国健署资料统计。乳癌是咱国家女性癌症发生率的第1名。国际妇联为着宣导乳癌的防治观念，8月26号到8月27号会伫亲子剧场演出，
希望透过戏剧表演，让民众对语言有更较侪熟悉。另外，国际扶轮嘛建立社区服务公益平台，进行语言、子宫头癌、卵巢癌及肺炎的防治观念哦。好，以上就是今日的新闻，我是那玉祥，明仔同一个时间再会。多谢玉祥，这个外形嘛是一流的，外形袂歹。即马就请咱老师罗汉旭老师甲咱讲评。较像样，我嘛真认同啦吼。迄外形嘛是一流的，这外缘吼，甲大家绘本共款，拢非常非常好整体表现嘛算真稳啦吼，真稳。小可较可惜的就是讲，有一寡所在小可去卡着吼，卡着。毋过有一个所在，我感觉哦，互我听者耳孔吼，就拍起来安尼吼，因为伊会去强调新闻内底重点。伊讲巴拉圭强调，敢若有一个朋友就是台湾吼，我感觉真好哈。所以有当时小看伫咧报上新闻的时阵，小搁做一寡加强，我相信会互咱的观众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好来，多谢这个罗汉旭老师，所以请向阳老师甲咱讲评。玉祥诶。报的方式吼袂歹，有笑声啊，就是咧讲的过程内底啊，伊的面容拢有即个笑意，互感觉讲你真亲切，你是咧替我报即个新闻。第二个声调阮也真适当，声调有起有落，有大声有细声，即种掌握了袂歹。另外一个假音嘛，阮也真清楚，淡薄紧张，慢慢修正。多谢向阳老师，外形袂歹，有淡薄紧张，慢慢修正，当然都会精进。所以来请玉珍甲咱做讲评。咱的玉祥吼，真对着时代哦。你看伊的头毛型是即摆上界流行的哦，栗子头哈。咱的玉祥是安尼啦，我感觉伊真正伊的笑容足迷人的吼，而且伊迄个面毛真适合就镜头。即来做电视的迄个主播吼，非常的适合，所以。我讲到遮为止，伊就足加分的啊！真正你若要做即个电视主播，这无法度，你就是爱好看、爱缘投、爱水，安尼你就是会加分足多安尼吼。那么毕竟讲咱的玉祥就是，我是感觉啦，伊这个声听起来应该较无遐熟安尼吼，可能是少年嘛，少年较无遐熟吼。这若等伊搁练2年，还不得了哦！拜这个主播界吼，一定徛到足在的啊！加油哦！很看好你，加油！玉珍对你有真悬的期待，所以看咱这评审互你几分的分数，请拍分数。罗汉旭老师4分，向阳老师4分，玉珍4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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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共是12分。多谢玉祥哈，表现了袂歹。所来是柯家轩，请开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历8月初1华视在地新闻，我是柯家轩。新闻一开始，咱先来看在地消息。云林产地蒜头因为3月采收期的时阵，落雨是影响到产量，加上国际蒜头重要的供应国中国受到武汉肺炎的影响，无法度来出口。致使这个计数是伫咧起，个埃及蒜头原本会当冻一个，毋过5、6月的时阵，埃及的蒜头出口互发现有土角，有超过20个货柜检疫拢无通过。即马国内蒜头计数已经为逐台斤60起到160路。振兴3倍罐是起行，18岁以下囡仔拢通领。毋过，理学联盟调查发现讲，超过60%的家长无和囡仔讨论讲3倍罐的使用方式，而且阁有5%的家长直接甲3倍罐拢提走咯。理学联盟烦恼讲，这会产生亲子的冲突，建议家长会当和囡仔做伙决定讲3倍罐要安怎使用。接落来看国际消息，英国一间网络安全公司的调查讲，中国是涉上侪监视器的国家，毋但是密度高，而且大部分拢上政府名义来设的。上含的是中国境内监视器的数目是全世界的一半。
另外，伫全国设上侪监视器的20个城市内底，都有18个是伫中国哦。观众朋友，敢有感觉最近的天气实在是有够烧热？台北下晡2点外测到39度7个高温，台东、台武中昼的时阵嘛有40度2。毋但是拍破迄个观测站有史以来上高温的记录，嘛是台湾所有人工测站的上高温。伫明仔气象局会针对台北、新北、高雄、花东等10个县市发布36度以上柑仔色、有黄色高温警示，而且全台湾拢可能有雷公雨。新闻最后来看公益的消息，为着要提悬女性朋友对癌症的防治观念，国际扶轮3523地区头一摆创立社区服务公益平台，邀请台北市副市长，佮有台湾癌症临床研究发展基金会董事长等等的人来做公益，而且佮和市政府合作，结合戏剧，要伫8月26、佮27这2天伫新竹剧场公益演出。感谢大家收看这则华视在地新闻，我是柯嘉轩。祝乡亲顺心。多谢嘉轩，感觉伊嘛是愈来愈紧张，请罗汉秀老师甲咱讲评。嘉轩，你这吼要交通警察该开罚单啦，冲了伤个紧，哎呀，油门啊一直吹落去，较慢一点。你声是真好，声是真好，我感觉伤个紧啦吼，较可惜啊一寡家字嘛无讲介标准吼，比如。监视器，吼，你甲读做监视器，吼，小可即可能小可无注意着，吼，继续加油。多谢罗汉秀老师有影，即有影愈紧张会愈讲愈紧，愈讲愈紧就会出代志。来请向阳老师甲咱讲评。好，嘉轩的播的方式吼，真清晰啦，吼，啊，就是讲声音甲家字，吼，啊，甲在播的时阵。啊！你对遐个词内底声势啊，伊掌握啊，佮毋是遐尼稳啊，无遐尼稳的感觉。啊，另外你在播的时阵有笑容、有笑神啊，这是真好。哦，因为看你在播新闻迄个笑神，会感觉这个新闻啊，真有价值啊，真想要听啊，这是你的优点。呀、来，多谢向阳老师，所以请玉珍甲咱做上专业的讲评。我甲老师感觉共款，伊真亲切，嘛真有笑容吼。但是嘛是甲老师的看法共款啦，真正讲了伤紧啊吼。明明都卖遐尔啊紧张，会当表现甲真好，啊奇怪这紧张就是无法度来克服吼。所以若会当甲这个紧张这个部分来做一个克服吼，会表现更较好啦吼。所以这嘛是紧张这个部分嘛是后摆恁有去参加任何的比赛，或者是有去参加任何的竞选吼，要竞选主播，家己爱克服的部分，加油吼！多谢玉珍，到底嘉轩伊的紧张会摕到几分？请评审拍分数。罗汉秀老师3分，向阳老师3分，玉珍嘛是3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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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分是9分。多谢嘉轩，总分是9分。所来，请分选开始。观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收看华视在地新闻。我是柯文轩。网络顶有一个新闻是非常的趣味，这个影片就是讲，这个若是用美女来洗头，美女内底这个美女花、甲某，佮有这个蛋白质，会使互你的头毛佮较湿淡，而且是会使防止你的白头皮啊，佮有控制这个头皮有痒的问题。毋过，即个影片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咱就请咱的记者实际来采访这食药署的专家，因强调这个物件完全拢是无影无迹。若是用美露来洗头，颠倒是有可能造成你的头皮来发红。乡亲啊，咱来看卖即个画面是毋是非常的古锥咧？台北市动物园的即个猫形婴仔的小妹，伫出世的第25天，总算是登去到妈妈圆圆的身躯边咯。毋过事情是经过非常较长的一个推测，因为咧，伊是先用
两个猫形用过面巾来交换，互因熟悉气味。而且等因熟悉气味了后，互因保持一个情绪的平静，才互两母仔囝来见面。毋过即马咧是要先互两母仔囝短暂来相处，未来会阁照状况。若是未来目标，就是毋茫会使互因做伙来过暝。徛在地看世界，咱来看卖香港的疫情是毋是阁来升悬啊咧？香港的新冠病毒疫情的恶化速度是非常的紧。19号就增加108人得到这个新冠的病毒，20号是阁增加100位的民众得到这个病毒。而且因为讲超过一半以上的病例是找无源头，所以这个防疫的专家是来判断讲，若是讲这个状况阁继续恶化落去，医疗的体系恐惊会制载袂调，所以就要求地区政府的公务人员爱伫厝内办公1礼拜。若是伫餐厅的部分，透早5点进前到暗时6点以后，是袂使阁来做生理的这个规定，会阁再来延长1礼拜。若是讲这个方式也是无效果，恐惊就会限制民众出门的权利。乡亲啊，即摆咱来关心今仔日的天气。最近的天气是毋是非常的烧热？气象局特别针对13个县市来发布这个柑仔色的灯号，昨日高温的前3名，南投市、台北市，阁有新北市。今仔日是阁再冲破38度的高温，这款热热的天气可能对明仔开始落雨就可能会使来改善。另外一方面，伫菲律宾的东方海面有一个热带来撩动。台湾附近的环境对伊的发展是非常的不利，所以讲正做一个风台的几率其实是无悬的。不过咧，受到这个低气压、水汽的影响，明仔开始东南部阁有中南部可能会有局部的大雨，请民众出门的时阵要特别注意。上尾啊，咱来关心这个国际妇联3523地区的团队，建构这个社区服务的公益平台，其中是以预防阁有医疗服务的计划，毋茫会使提升女性朋友对癌症防治的这个观念。3523的地区总监两天子和台北市府来做合作，伊本身就是这个戏剧的制作人。伊会伫8月26号到27号，带全体的社友伫亲子剧场来表演，到来宣传这个年癌防治的公益活动。而且伊来说明讲，全部所赚的钱，拢会来捐予这个台湾癌症临床研究发展基金会。今仔日的新闻就到这结束，多谢大家。明仔同一时间，分选和您再相会。多谢分选，咱讲实在，伫所有参赛者内面，这个网络人气排第2名就是分选，包括伊外形袂歹，所以讲我本人我个人对分选的期待真悬。到底这个今仔日表现安怎？就请罗汉秀老师先讲评一下。分选的笑容吼，真迷人啊，真古锥。真古锥，嘛有手势，毋过我感觉手势会使，毋免遐尔啊接啦，吼，毋免遐尔啊接，小可较慢者，慢安伤过接，吼，我感觉会较好，较袂干扰到你咧新闻的报道，吼，过来咧讲，我感觉你咧讲台语有一寡腔口。吼，一个腔口，我也无看你的人吼，我感觉讲，这是毋是外国朋友？咧讲台语，所以这点可能，小可爱后摆家己自我修正一下。多谢这个罗汉秀老师有影，真正你若摆去看这个人，你听伊讲话有影，有先拄我伫讲台语。好，来请向勇老师讲评。分选报新闻真趣味啦！我咧听你的新闻的时阵，当然就是讲你家字也好，还是讲你的报的方式，拢真清楚。毋过就是讲，
拄啊，陆汉秀老师嘛有讲到啊，你这个假音的部分有一寡腔，啊，这个腔呢，可能是因为长期啊讲华语的关系，啊，所以未来用较接啊，听台语的新闻，听台语的报上啊，家己去慢慢啊修正啊，你的台风真好，台风是啊这报新闻的人真重要的一个要素，啊，你掌握得袂歹，多谢。多谢向阳老师，就是讲分选伊本身伊的外形是优点，啊外形人气是优点，当然其他都还好啊，可以精进一下。请玉珍甲咱讲评。对啦，咱个分选吼外形真好，音质嘛真好，啊伫报新闻的时阵，一字一句拢讲甲真清真明安尼吼。啊，就像老师讲的，听你咧翻这个华语翻做台语，会感觉讲你真正是有认真来学。吼，你有下过功夫落，要甲台语讲甲真好，啊，遮尔少年就会当甲台语讲甲遮尔啊好，是非常的难得啦吼。但是我个人有一点仔小小的建议，我感觉你咧报新闻的时阵吼，你是迄种哆来咪哆来咪哆来咪啊，大家好，欢迎收看华视在地新闻，就是讲你每一拍的调拢共款，你知无？咱应该是安尼。嗦咪咪发瑞瑞哆瑞咪发嗦嗦嗦，但是你是哆瑞咪哆瑞咪哆瑞咪，哦，所以这个报新闻的调，我感觉报新闻的这个调吼，你会使小可过来调整一下，吼，就会真好安尼吼，加油一下哦嘿！多谢玉珍，当然啦，人气好，外形水，到底会摕到几分？请评审拍分数。罗安秀老师4分。向阳老师3分，来看玉珍也是3分，4分、3分、3分，总分是10分，总分10分，多谢分选。所以来，最后一位水荣，请开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华视在地新闻，我是韩水荣。首先，第一个新闻，咱做伙来看。云林产地蒜头因为3月采收的时阵落雨来影响伊的产量，加上国际蒜头主要供应的国家中国，即摆受到新冠病毒的影响，无法度来出口，所以价钱一直咧起。原本阁有埃及的蒜头会使冻一下，但是5月、6月的时阵，埃及的蒜头咧进口的时，互发现有早涂甲，有超过20个货柜。检疫拢无法度过关，所以咧，咱国内蒜头价格即马已经为每台斤60起价160块啊。第二个新闻做伙来看，3-8罐已经上路啊哦，18岁以下的国人拢会使领。毋过，2号联名调查发现，超过60%的家长无事先甲囡仔做讨论。这3-8罐要安怎来使用？阁有1成的家长直接甲罐拢摕走啊！二号联盟烦恼，这真容易产生长辈甲囡仔之间的冲突。建议家长会使甲囡仔做伙来决定，要安怎来使用因的3-8罐。阁来是安全的问题，做伙来看。英国一间网络安全公司的调查，中国是湿地上侪监视器的国家，毋但未独权，而且大多数拢是以政府的名义来设置的。上憾的是，中国境内监视器的数目竟然是占全世界监视器数目的一半。伫全球设置上侪监视器的20个城市内底，就有18个是伫中国。各位观众朋友，最近是毋是感觉足烧热的咧？台北今仔下晡2点外测到39.7个高温，台东大武中昼12点36分嘛来到40.2度的高温啊！毋但打破有史以来上高温的纪录，而且佫辱平台湾所有人格测量的纪录。明仔气象局嘛针对台北、新北、高雄、屏东、花莲、台东等等这10个县市发布36度以上的柑仔色、黄色的高温警示。
所以全台伫过道过可能拢会出现西北雨。最后，咱做伙来关心，为着要提升女性朋友对癌症的预防观念，甲国际婚礼车3523个地区，因第一摆创立社区服务公益平台，邀请台北市副市长、台湾癌症临床研究发展基金会董事长等等做伙来做公益，佮甲市政府合作，结合戏剧，会伫8月26、27伫青主剧场做演出。多谢你收看今仔的节目，我是水荣。是啦，人爱做一个结束。感谢水荣，在咧听水荣你报新闻呢，感觉真在，请罗汉秀老师甲咱讲评。水荣感觉吼，嘛有较紧啦吼，较紧。过来就讲表情有较严肃，尤其是呢，你头先穿的，佫是深色的外套，吼，佫头长头鬃。哦，你头鬃佫乌的，毋是像我这白的吼，这乌色的头鬃，乌色的外套，人表情真严肃吼，所以听这新闻就无轻松，我家己爱注意吼，所以像是讲，咱是讲3倍管，你3倍管吼，种内底有一个词，伊是数量，你甲讲这数目，当然数目嘛是一个词啦，但是你因为咱咧报新闻是口语咧传播。所以讲，你若讲数目的时阵，人一听，听众一听，观众一听，一时吼，迄个反应袂过来。你若讲数量，就真清楚，即个词就真明确。所以我感觉这较幼步的所在，会当去搁去注意一下。多谢罗汉石老师，所以请向阳老师甲咱讲评。水荣。因为无简单啦，因为要真少年啊，台语会当安尼讲已经算袂歹台风真稳真知你的发音的部分甲声调的部分，有可能还阁参考其他包括讲加看电视台的新闻，听广播电台的广播去修正华语呢第四声台语大概拢毋是用第四声咧报啦所以你讲3倍量念做3倍公益毋是公益这个部分拢是小淡薄仔注意一下，多谢。多谢向阳老师，所来请玉婷甲咱做讲评。水阳其实真正像老师讲的，台风非常的稳定啦所以这台风是上介大的优点。然后听伊咧报新闻足顺的足顺的足顺的，但是就是伤顺内底。有迄个声音的表情都无出来，声音的表情无出来，因为伤顺嘛，就感觉会像咧念册。而且你有一寡音会拖，所以听起来硬硬搁你迄个音调会当调较低一撮，莫遐悬调较低一撮，安尼听起来会听较舒服安尼啦较爽快安尼嘛是非常的优秀啦搁连几年绝对嘛拢是一个最优秀的人才，加油啦好，多谢玉婷啊！即马请咱的老师拍分数。罗安秀老师3分，向阳老师3分，玉婷3分，3分，3分，3分。水荣总分是9分，多谢水荣。各位乡亲好朋友，咱即马所有14个选手已经拢表演煞稍等咧，咱要公布。进入决赛名单，稍等一下，卖转台，随来。7分回来。7分。OK， 7分。
欢迎咱所有乡亲好朋友继续收看华视台语主播擂台赛，今晚要请咱罗汉树老师宣布进入决赛名单。这确实是真紧张的时阵哈。我感觉今仔大家表现拢非常好，差别呢，敢若紧张尔哈，所以有的人配车啦吼，配车虽然较歹势。我宣布咱入围的3个，第一个蔡廷玉，第二个辛凤如，第三个林月娥。好来，另外3位，请向阳老师甲咱做说明。第4其实无排名啦吼，是宋典旭啊，许光灯的旭啊。第5张伦维，第6蓝玉祥。好，多谢向阳老师，2位老师宣布6位进入决赛名单。因为咱比赛本来是拍算讲要出6个名单进入决赛，不过呢，伫比赛过程中，伊有的分数同款，有的呢，其实伊有真有好的实力，但是伊表现有较失常。咱呢，玉珍甲我一人报一个名单，即马先玉珍先宣布。因为这位参赛者嘛非常的优秀，因为较紧张，所以今仔日表现较失常，所以阮大家决定哦，老师嘛决定哦，讲要予伊一个机会，来，咱的郭慧文耶！所以你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这届决赛的时阵，唔通遐尼啊紧张啊哈！加油加油！多谢玉珍报一个，我嘛报一个柯云轩，这是网络人气排第2名的，而且呢，唔那外形水，人气好，这应该来好好训练，后届是真正是一流的哈。所以讲，我特别报云轩。当然。即马真清楚，有8位进入决赛，这个名单拢已经伫遮，大家拢知影。除了讲感谢所有参加比赛这参赛者来讲，当然嘛要恭喜这8位进入决赛这选手，希望讲呢好好拍拼，唔通遐紧张。这个节目当然呢，咱希望讲这个愈做愈好，伫遮差不多过一段路啊。咱特别要感谢咱的2位老师当然嘛感谢玉珍啊，嘛要感谢咱的赞助单位，这包括有国际扶轮3523地区台北市西南扶轮社、台北南生扶轮社、台北丰云扶轮社、台北市花岳扶轮社、台北市花珍扶轮社，也有瓜达大饭店。嘛感谢咱所有乡亲好朋友收看，初赛就已经遮精彩，决赛一定更加精彩。敬请咱所有乡亲准时收看台语主播擂台赛决赛节目，再会。耶！加油加油加油！谢谢2位老师。多谢，谢谢。